喂，係咪好耐冇見成龍大哥呢？呢日佢冇大鵬展翅式嘅勝利手勢，改為大派心心，聯同新片拍檔梁家輝、韓團 Seventeen 成員文俊輝同周正傑齊喺澳門出席新片首映禮。近年網傳年屆71歲嘅大哥急劇衰老，不過呢日見佢精神勁好，台上台下都依然健談，仲同20年冇合作嘅梁家輝分享拍攝對打戲嘅趣事添啊！大家好。好耐冇見啦！所有啲媒體朋友，而家互相睇新人，都好多唔認得啦。今年係我入行64年。哇！犀利！最緊要多謝觀眾一路喺度支持我電影咧。大哥係咪都有教家輝哥點樣去打？唔係教，佢係 hold 住我去打，即係佢真係 hold 住每一刀真刀啊！佢好似即係揸住我兩隻手咁樣樣嗱。嚟，預備，1、2、3，你做表情得啦。佢真係咁樣。哇！一刀篤落我眼度，佢一篤落嚟，我話佢就好驚，我話唔使驚，因為我話我冇事，佢一驚咧，佢唔敢，佢再唔敢篤。佢做咗，所以你要再做嗰陣時，我話你放鬆，俾佢，我話你做表情得啦。你刀都可以，如果我等你個刀咧，好危險嘅。所以我話你放鬆，每一刀咧係我帶住佢去打，咁咪方便咯。嗱，驚唔驚嘅把刀？梗係驚啦！梗係驚。我攞個菜刀劈佢嗰時，我都驚啊！揸住個菜刀話：大哥你閃啊！你記得閃啊！1、2、3閃，1、2、3閃，1、2、3閃，開機1、2、3，砰就只可以咁樣。你覺得呢位新人有冇潛質啊？我覺得下一屆金像獎佢可以攞最佳動作新人獎。大哥都有一段時間冇拍港產片，梁家輝就有個 idea， 俾佢哋挑戰新地標喎。諗下啟德主場館，我哋新香港地標啊！嗰個我喺下邊開演唱會，你喺上面拍；我喺下邊開第一個演唱會，你咧就喺上面拍第一個喺香港啟德係啦嘅動作片。香港嘅 Convention Centre 會展借幾多次都唔俾，唔係我見到阿董伯伯嗰陣時咩啊？我同你講，先俾我喺上面拍《新警察故事》。香港嘅地道動作片、港產片。以前拍晒啲古仔，諗唔到啲古仔出嚟。你睇下以前到後面，我已經諗唔到嗰個簡單任務都要去到外國拍。呢日仲見到大哥同梁家輝互相恭喜，事關家輝最近抱孫，大哥就喺瑞士盧卡諾電影節獲頒終身成就獎啦。估唔到以前嘅付出，以前嗰啲傷痛，以前嗰啲堅持，得到幾廿年後得到回報咯。即係如果以前我是但拍嘅，就咁啦，可能就冇今日咁嘅成就。咁我覺得以前所受嘅傷，所斷個手啊，斷個腳都值得。嗰個慶祝啊，即係60歲。有咩慶祝啊？呢啲嘢對我嚟講已經翻咗篇。我唔係唔想退休啊！咁 lucky 唔係反而嘥，咁 lucky 好多編劇寫劇本俾我，好多導演揾我拍戲，有好多 studio 肯投資 ，very lucky。成龍嘅動作電影呢，係真係無懈可擊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永遠追求最真實嗰一樣嘢。